唱啦吼，都唱迄个着金顺的歌，或者桃邦客运吼，桃邦客运嘿。跟大高杠。啊，印象很深刻啦吼，啊真好听吼。啊，所以吼，今日现场安尼啊，听到有迄个规团安尼唱吼，感觉效果真好吼。嘿，啊，甲迄个陈默老师迄条乱吼，听了真感动吼。我感觉迄个唱吼，甲念诗吼，效果无啥相像安尼吼。所以吼，我今日真欢喜吼，来到咱遮吼台湾市咯，我想要为大家吼。为大家念两首诗，啊，这两首诗我先小可解说一下。这两首是散文诗。散文诗的意思就是讲，伊毋是像分行诗安尼一行一行、一纸一纸吼，伊是像散文安尼一段一段。哦，伊的形式吼是用较散文的方式来写吼，啊，感情表达方式嘛是用较赶紧散文的方式吼。所以，伫即个分行诗的换纸，也是分行的部分吼，伊的技巧较无共。我来为大家朗读的第一首诗是《爱》。这首诗大概是咧讲人吼人伦甲亲情安尼吼，啊大部分是咧讲咱甲咱的爸母时代吼的感情吼，啊另外一方面是咧讲咱甲咱的囝儿时势的感情吼，啊，华语有一句话讲“养儿方知父母恩”吼，啊，这句话就是咧讲这首诗吼，啊，这首诗就是咧说明讲咱人的亲情吼，有真侪时阵是，迄当时咱毋知影的，也是讲咱无了解的，啊，可能爱过二三十冬，也是讲爱过足久以后吼。才有可能伫某一寡时间内底吼，啊，雄感受到，啊，雄想到，安尼吼，大概是咧讲安尼意思吼。我即摆来念互大家听。爱，无一定讲会出嘴，迄款流动，真侪时阵毋是考虑的问题。虽然无百面周全，嘛毋是逐摆拢看会出来，无一定叫会出名。每一款日时暗暝，每一届事项牵连。世情阑珊，犹问大芳，也无够，永远无够，也搁有，一直搁有。自然有一款流动咧带头，咧斗下。毋知影远是啥，有弯有弯，有直有橫，会行会走会飞天，有时撞地，烧烫烫，毋过无表情。必要的时，嘛会坚动，嘛会宣传、开花，袂互世界连去。多谢。我要来读第二首诗吼，叫做《少年》。这首诗是咧讲咱有当时啊吼，咱会少念着一寡吼。人也是少念着一寡代志吼，甚至是少念一寡咱曾经吼经历过的吼一寡情景安尼吼。啊，这少念有时啊吼是
会当支持咱继续伫生活当中继续行落去的真重要的一寡情绪哦。所以这首诗大概是咧写安尼的心情。我即摆来念互大家听。少年，迄粒山一直伫遐，爬起来时阵，毋知影顶悬，原来是全世界的顶峰。落起来时阵，才知影路途尾仔嘛。日常